想要活動有特色，道具夠搶眼，達尚幫到你。各位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來到達尚嘅頻道。搞活動揾道具，最怕臨門一腳出狀況，貨期拖到活動前，道具唔襟用，仲驚用錯文化符號，唔使慌。從設計、製作到落地執行，達尚幫你杜絕所有無謂損失。達尚貨源渠道夠穩陣，優先本地製作夠快手，就算要跨境訂製，都會預留足夠時間處理報關同物流，仲有本地租借嘅應急方案打底，保證唔會耽誤活動。品質方面更加放心，嚴格選取可回收雪佛板、低碳噴繪等優質環保材質。戶外道具仲會額外加強加固，專業班底提前勘察場地、駐場調試，保證擺得穩、用得耐，關鍵時刻靠得住。我哋仲會深挖澳門本土韻味，將特色元素自然融入設計，唔搞生硬堆砌，道具自帶地道氛圍，貼地又有感覺，用模組化設計，道具可以多個場景循環用，幫你慳返唔少成本，落單執行都快人一步。無論你想要邊種風格嘅活動道具同佈景板，我哋都能幫你實現，從設計到部分製作，全程落足心機，令你嘅活動完美落地。達尚期待你嘅聯繫。